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是开股东会大会，依照法律规定，上市公司开股东会都要有监察人来参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日读作监、个案监第3条。读监这是读文音，一般名词官职咱读监，像讲监察院、监察人，也有监理站、理监事。另外同时嘛有视察详细看意思，同款嘛是读文音，像讲监工、监控、监理、监视、监听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作监，鼻音是读作家。这个家就是罗角的意思，咱讲家角家罗，有人讲是人仔来。另外，关伫咧家角内底犯人，咱讲是家仇家犯，因为犯罪掠去关食免钱饭，就是坐家。较早看守所关一寡还未判刑嫌犯的牢房，咱讲是家房家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作家角，意思就是关犯人的牢角；第二个词读作家仇，就是讲因为犯罪掠去关的犯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迄阵讲，屏东科技大学办家角关怀教训练课程，用动物治疗的方式来帮助家属关满了后，会当赶紧适应社会环境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作家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作监，另外一个音读作监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